之为宝。今天您在上天的恩典及诸佛菩萨的祝福下求了道，道就是当初佛陀及古往今来的修行者、宗教家倾毕生之力所追寻的永恒之路。过去因为天时未至，道是单传独授。未至，道是单传独授，得道者稀，修行者常，要踏破铁鞋无觅处之憾。如今上天慈悲大开普渡，得道者众，求